清明節到啦，遠在異鄉嘅你哋有冇翻嚟啊？喺五一有個好奇怪嘅現象，過年嘅時候咧，華僑們都唔一定會翻嚟，但係一到咗清明節，只要可以走得動嘅，基本上都會全部翻嚟。包括我認識嘅好多身邊嘅華僑喺出邊已經幾十年啦，仔女都喺出邊過年啦。佢哋要麼話機票太貴，要麼話生意好忙，都會選擇唔翻嚟。但係一到咗清明，有啲甚至乎提前1個月就訂機票，雷打不動都要翻嚟。曾經我都問過嘅，過年咁大嘅節日你都唔翻，點解清明你就要翻呢？有一句說話我一直記到現在，過年係過俾人哋睇嘅，而清明係過俾自己心入邊嘅。好多人都話喺外國咁多年，有時忙起嚟，甚至乎都唔記得咗自己係邊一度人。而我哋呢一邊咧，大大小小嘅村，再細都會有祠堂，族譜有時甚至乎比房產證更加珍貴。只要翻到村入邊，企喺祠堂面前，睇到熟悉嘅地方，然後再睇到伯公太婆嘅墳頭有人打理，佢哋就知道自己係從邊一條根上邊長出嚟嘅。而我哋五一人最睇重嘅就係呢一條根。老一輩嘅人成日都話，人在外面飄，根要留喺家入邊，所以清明翻嚟唔單止係掃墓，更加係要講俾祖宗知呢個家仲有人守住，捏住香還有人接住。所以你會發現好多華僑今次翻嚟，除咗拜山，仲會做一件事，買到樓。有啲喺城入邊買，有啲喺村入邊起。你話佢一年都翻唔到嚟一次，買嚟做乜嘢？但係你問佢哋都會講同一句話，等退休就翻嚟啦。呢句話你話佢真吧，亦唔一定。有啲人講住10幾年就過去啦，都係未翻嚟。但係你話佢假吧，每年清明前後，華僑們睇樓特別多。慢慢我諗明白啦，呢句話唔係講俾人哋聽嘅，係講俾自己聽嘅。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哋喺出邊到底有幾難，有嘅做服務員，一日企10幾個鐘，隻腳腫到好似饅頭一樣；有啲喺餐館後邊做大廚，冇日冇夜咁樣炒菜，一年到頭賺落嚟嘅錢都唔捨得為自己花少少，全部都係寄翻嚟。佢哋出去有時係為咗小朋友可以翻個好啲嘅學校，有嘅係為咗令到老人家可以睇得起病，有嘅係實在冇辦法，只能出去闖一闖。喺出邊佢哋食最平嘅，住最逼嘅，每次打電話翻嚟都係我好好啊，唔好擔心，錢夠用，你有冇錢使啊？我寄啲翻去啦。其實貪嘅咪就係屋企嗰幾口人可以過得舒服啲。所以其實清明翻嚟買樓呢一件事，買嘅唔單止一層樓，買嘅係一個盼頭，一個講俾自己知再捱多幾年就可以翻去嘅盼頭，一個講俾屋企人知我冇忘本嘅交代。嗰間屋可能空住喺度，一年都住唔到幾多日，但係只要佢喺度，心入邊就會踏實。其實喺外國打拼咗咁多年咧，食咗咁多個苦，受咗咁多個累，說到底，但係想俾屋企人一個安穩嘅地方啫。喺以前動盪嗰個時代，華僑們嘅故事唔單單係一段一段嘅故事，更係無數個歸僑家庭共同嘅記憶，一段關於漂泊、關於歸宿、關於家鄉嘅回憶。家鄉呢一樣嘢，其實佢就係一個坐標，你知道自己係喺邊度嚟嘅，你喺出邊先有底氣。無論你最後選擇喺邊一度安家，有人等你嘅地方就係家，有根嘅地方就係家鄉。